虽然美国政府重新恢复运作，也毋过像讲40座主要机场航班减少维持在6%，博物馆这个文化设施是豆豆开放。也若联邦政府员工的薪水补发上紧一天，有的是爱耽搁1礼拜。若是要全面恢复正常运作，也阁需要时间。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这座机场13个航班表，取消的航班并无变较多。航空公司对感恩节进程快速恢复运输正乐观。政府关门的这段期间，因为欠人一个航空安全的疑虑，下令减少航班。即马政府阁重新启动，运输部长达菲宣布，减少6%航班的措施未改变。 It's a 45-minute delay, but that'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through. 到13日起，全美国差不多1000航班被取消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加交通部并无对解除减少航班令有任何新的指示。减少航班令自顶礼拜5初7开始，本来1礼拜后，也就是这礼拜4会提悬到8%，拜5到10%。每一间航空公司拢讲已经全好啊。40座主要机场的航班减少令若解除了后3天到4天，就当恢复营运。美国航空协会讲，希望2月开始的感恩节假期会让迎接3100万游客。 So far, so good. 在纽约市区大楼顶的新闻早尾顶，福斯新闻报道，川普总统签重启政府的命令，结束美国史上上长的政府关门。不过，唔是随恢复正常，联邦员工有的这2天就当领到薪水，有的也怪等1礼拜。 Haven't gotten paid, or the ones who haven't been working, that they at least get to come back to work. 虽然联邦员工自13开始登记工作，不过华盛顿地区内面一寡历史真久的机构也是关掉的，像普通是唔免买票就当入去的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，也有一年会当迎接差不多200万游客。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也拢关掉的。这款机构若要搁重新运作，爱时间，管理单位也要重新准备。因若营养补偿援助计划 SNAP 是依照各州的市场恢复。农业部讲，大部分的州若是政府重新开门了，24点钟内就当恢复 SNAP 发放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。